南宋咸淳元年，公元126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坊之作坊。每十里家父子十里关心，修道作坊压本领。师傅师娘对我好，我是亲人三亲谁？2年来积财托心，无你尽。阿贵哥，为什么要
今天来的真早，庄务里的事都当理好了，都当理关心了。呀，这李靖的图文做得多好看啊，做得多细腻，都没有短线。名师出高徒嘛，不儿做得好，也是师傅教出来的嘛。是啊，我的水本全靠彩凤师傅和大家教得好。彩凤，人家不儿是有灵性，我们放着是用手，可他放着是用心。是啊，你看他想是在纺织机上加过纱线的办法，总是能穿2根纱，民国可怜的想着这都合不拢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姐夫，我们在说你才是我们的好师傅你。哎，不要闹了，快去吧。明谦哥，你看不儿的李靖图文是他自己画的，颜色也是他配的，做得多精致呀！我看不儿的技艺呀，快要超过彩凤了。下次我这有的怎能跟彩凤师傅比呢？龙飞凤舞别具一根。哎，你这图案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这把银手上照样画下来的，是师母教我这的。画得好，你心灵手巧，再加用心揣摩，将来必成纺织能家呀！不儿，你将来成了纺织能家，可不要忘了我们啊！不儿，我嘞，你这补的技术一过关了，来，我来教你有扎棉机吧。哎，不二，你见过扎棉机吗？啊，没有见过。从小在家乡是用手指拨的，我经常双手拨得鲜血出来。是啊，以前我们也是用手拨的，现在改为接触，由米接触。师傅，你慢慢教来，让我记下来。好。你认得字？上夫叫我认得几个，不认识的事我就用个记啊。好聪明，那你就记吧。它是由长着在机架上的2根眼角组成，上面的是一根小10斤的铁角，下面的是一根10斤比较大的木角，两角靠摇臂摇动，向相反的方向转动，将棉花围进2角间的空隙粘扎，棉纸随被挤出来漏在而放。你懂了吗？啊，空隙、粘扎、铁脚这几个字我不会写。我来教你。他心灵手巧，身聪慧，他学习好呀，神经对，他神品侧重于可爱，他知识细致于深内。这样的女子是少有，殷切心里安在。师傅，我记好了。我来看看。记得好，我来教你。哎，姐夫，你可真上心呀！你忙你的，让我来教吧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这样偏心呀？我怎么啦？我告诉你。想当年你随我来哈到酒呀，一季季早已离年哦。
如17呀。姐夫，看你没脸色红啊！哎呀，吓你了！我来帮你去吧。哎呀，你不要紧我添乱了，你帮你的去吧。姐夫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喜欢，喜欢。姐姐，明天啊，叫姐夫把你娶过来做儿房，哎，你们是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玩笑开大了，你们要向波儿学习，好好这步。从今后我事务上啊，可不能同手同脚的。明谦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明谦你来快。宋江卡上送信寄，在天樱花同日批，明朝继续送出去，生意兴隆好事情。太好了，阿莲，不料都念过了美语，都念完了，就差这10篇。10篇。阿凤，哎，樱花兰步完胜多少晚上8篇。 ？8篇。阿凤，波儿，天亮之前务必要做好2篇。哎。哎。